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晚上好！非常高兴呢，大家能来到晚会的现场观看我们今晚的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大家已经看到了，刚才演奏的是流传于我县的几种民族的民间的戏乐及歌舞。对，那么生活在我们澜沧县的拉祜、哈尼、傣、佤、彝、布良等各少数民族呢，千百年来在与自然抗争的同时，产生和发展了各民族的民间歌舞以及演奏戏乐。今晚我们将我县的民族民间歌舞及戏乐展演给大家，让大家在欣赏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的同时，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县各民族。多情的土地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现在开始。白舞呢是拉祜族的民间传统舞蹈，它来源于拉祜民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每逢重大节日或喜庆的日子里呢，那么拉祜人就会敲响上角鼓，跳起欢快的白舞，来表达心中的喜悦。那么白舞呢，一般分为步法型和摆手型。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勐朗镇勐滨中山林村拉祜族白舞队带来的摆手型白舞，有请。